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我係澳豐教育嘅導師 Chilong。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一條 Maths 年年都會擺喺 MC 度出嘅 past paper，而喺2014年嘅 past paper 裏面，佢係擺咗 long question，而考試局講到明係考生表現比較差嘅一條題目。咁我哋睇翻考評局講啲乜嘢先啦。咁就留意翻嗱，依家係第15條嘅問題。咁考評局咧話考生嘅表現咧就好 poor 嘅。咁佢哋咧一嚟就兩個 mistake 啦，睇錯咗個條題目個 intercept 啦，同埋第二件事係唔識得轉 base。咁咩為止唔識得轉 base 咧？咁好快講翻先嚇。咁咧有個咁嘅 properties 嘅。OK， 譬如 log B 個 base 係 A 嘅時候咧，咁記翻住佢可以咧變翻做 log B 除 log A 嘅。而大家轉完咁嘅之後咧，佢哋個 base 咧會係一樣嘅，咁先可以再去計數嘅，得唔得？咁今日呢一題咧就會用翻呢個方法去教大家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好快望翻個問題先啦，得唔得？年年都會咁樣出嘅，頭先就係話，咁所以啦，我不嬲都喺 regular 強調咧，就教學生做呢啲題目嘅方法咧，一定係得一個嘅啫，就一定係用翻個 y 等於翻 mx 加 c 呢個方法去做嘅。咁望一望翻先啦，點樣去砌翻 y 對 mx 加 c 咧？題目俾咗你兩個資料，第一個資料就係佢個 slope 係-1/3啦。佢個 x-intercept 係3，記住啦，呢度第一樣就係頭先話考試局話學生睇錯題目嘅一樣嘢，呢個係 x-intercept 嚟嘅。咁所以咧 y 對 mx 加 c 個 c 係 y-intercept 嚟嘅，你要揾翻呢個坐標係乜嘢先？咁我叫佢做0y 啦，因為佢話俾你聽個 slope 係-1/3，個 x-intercept 係3，好快嘅時候你其實可以計到咧，其實個 y 係等於翻1嘅。呢度啲簡單嘢我唔慢慢做啦，得唔得？咁好啦，有咗呢個資料之後啦，咁我就 y 對 mx 加 c 啦，睇睇啦，個 y 軸係 log y 個 base 係8，咁所以第一件事就寫翻個 log y 個 base 係8啦，對翻 mx 加 c，m 就係-1/3，x 就係個 x 軸 log x 個 base 係4啦，然後加 c，c 係個 y-intercept 即係加1。咁第一步我寫咗呢條式先啦。咁跟住之後啦，因為呢兩嚿有 log， 呢嚿冇 log 啊嘛，咁所以咧我寫多步先，咁就將個1變埋做 log。咁因為就翻我依邊個 base 係4，咁所以我就叫翻呢個做 log 4個 base 係4，咁所以都係1嚟嘅。咁跟住之後啦，咁 log A 加 log B 啊嘛，咁我就將佢變咗做個 log A B 啦，就寫到呢條式先，咁就可以攞到1分啦。咁跟住點啊？因為大家個 base 唔同啊嘛，一個個 base 係8，一個個 base 係4，咁所以啦就攞翻頭先我啱啱講嘅話要轉 base 個方法去做 log B 個 base 係 A 嘅話，就變做 log B 除 log A 啦。咁所以度咁我個 base 係8同埋4啊嘛，分別我就叫佢做 log y 除 log 8，就等於翻 log 4x 嘅-1/3除 log 4，得先呢步。好啦，咁跟住啦，再下一步嘅話，因為我 log 8同 log 4其實都可以再 simplify 翻去噶嘛，咁我 log 8嘅話咧就可以叫做3 log 2。log 4嘅話就可以叫2 log 2，咁所以去到呢個時候咧，你個 log 2同個 log 2可以約走咗，將個3乘翻過去啦，就變咗做3/2嘅 log x^3。咁然後啦，最後一步啦，就可以出到答案嘅係乜嘢咧？就將佢前面呢個調翻去後面啦，即係用緊個 log x 嘅 n 次方等於翻 n log x 呢個嘅 properties。咁所以我就可以寫到個 log y 等於翻 log 4嘅3/2次方 x 嘅-1/2次方。咁到最後就可以出到呢個啦 ，log y 等於翻 log 8x 嘅-1/2次方。咁到最後兩邊 log 大家約走咗，咁所以咧就會出到個 y 對翻8x 嘅-2/2次方，就係你嘅答案。
好簡單嘅啫。其實你唔好見我好似做咗咁耐咁，因為我每一步就好詳細咁解翻俾你聽，咁所以先好似好耐。咁但係你記住做呢啲所有題目，記住就係 base on 翻一個 point，就係 Y 對 MX 加 C。你睇翻咁多年 DSE 嘅 past paper 都係嘅，只不過14年佢特別出咗喺呢個嘅 long question 之前嘅其他年份嘅佢出咗喺呢個嘅 MC 嘅啫，但係年年都係咁出，年年都係有同學唔識，但係年年嘅方法都係 Y 對 MX 加 C， 得唔得？記住呢個方法，各位同學一定對你有幫助。咁我哋今集就講到呢度先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